捞生的来由与意义象征。捞生是东南亚华人社区在农历新年期间特有的文化活动，特别流行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。作为一道集美味、视觉效果和寓意于一体的菜肴，捞生不仅展现了当地华人的饮食智慧，更是一种象征幸福与繁荣的仪式。从它的起源到现代的演变，捞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捞生的起源，捞生最初受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启发，特别是广东、福建等沿海地区的鱼生料理。鱼生是一种以新鲜生鱼片为主的菜肴，讲究食材的新鲜与切片的刀工。然而，捞生的概念超越了传统鱼生。据说，20世纪初期，移居南洋的华人为了在农历新年庆祝丰收，将鱼生与多样配料结合，发展出了一种以团体参与为核心的用餐形式。当时，南洋的华人社群多为广府和潮汕移民，他们将家乡的饮食习惯与当地的文化元素融合，创造了一种既具有传统根基又充满创意的菜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捞生逐渐从一个地方特色，演变成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社区的标志性年节活动，成为团聚与祈福的象征。捞生的过程与细节，捞生的制作与品尝过程充满了仪式感，每一个步骤都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。这道菜的核心在于多样化的食材搭配和集体捞的动作，整体过程既欢乐又富有深意。主要食材与象征，捞生的主要食材包括生鱼片、切丝蔬菜、炸包饼碎、调味酱料等，每一种食材都蕴藏着美好的祝福。生鱼片代表年年有余，其中鱼与鱼同音，寓意财富与富足。常用的鱼类包括三文鱼或鲷鱼。胡萝卜丝以鲜红色象征，鸿运当头，而白萝卜丝则代表健康与顺利。炸包饼碎形如黄金，象征金银满屋。酸梅酱与芝麻为菜肴增添甜美与香气，寓意生活的甜蜜与圆满。捞生的步骤与气氛，捞生的过程始于将各种食材整齐地排列在大盘中，色彩缤纷且富有层次感。随着准备工作完成，参与者围坐一起，每人手持一双筷子，再倒入酱料与调味粉后，所有人同时用筷子将食材搅拌并高高举起。这一捞的动作象征着捞取好运与幸福，并伴随着人们大声说出各种祝福语，例如发财好运步步高升，事事顺利。筷子举得越高，表示对未来的期待越强烈。整个过程充满笑声与喜悦，烘托出浓厚的年节氛围。捞生的文化象征、传统价值观，在这道菜中，每一种食材的选择和组合都充满象征意义，代表着对富足、健康、幸福和和谐的追求。捞生的色彩缤纷，也映射出华人文化中的多样性与包容性。此外，捞生强调团体参与，体现了华人文化中重视家庭与社群和谐的核心价值。在捞生的过程中，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象征大家一起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。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不仅加强了人际关系，还在农历新年的特殊时刻唤起人们对传统的认同感。捞生的现代意义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捞生逐渐演变成不分族群、不分地域的活动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。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，捞生已成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参与的节庆习俗，充分展现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魅力。许多餐厅在新年期间推出各式捞生套餐，并以创新的方式结合新食材，吸引年轻一代的参与。例如，一些高端餐厅加入了龙虾、燕窝等奢华元素，而家庭中则融入更多当地特色食材，如芒果或椰子片，为捞生增添更多创意和趣味性。捞生的仪式感也因媒体的普及而更加深入人心。社交媒体上，许多人分享捞生的照片与视频，强调团聚的喜悦与新年的希望。捞生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饮食范畴，它成为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，一个传递祝福的平台，以及一个凝聚人心的重要象征。无论是早期的形式还是现代的创新，捞生始终围绕着祈福和团结这两大主题。这项活动不仅承载了华人文化的传统价值，也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标志。捞生的过程充满仪式感，象征着新年的新气象，也唤起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。